最近有在听什么歌吗？海豚刑警。当你沉睡的时候，告诉我你梦到了我。因为对那天刚好看到阿斗听了他的歌之后，我就直播的时候就直接听爆。但你有吃小笼包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最近有在听什么歌吗？最近在听大正浪漫。最近在听那个 OOR 的新专辑。我都听 hardcore， 就是我听比较硬核的歌。我可以介绍一个曲式，它叫做 Camellia， 就是它的歌我都很喜欢。最近超爱听芒果酱的胖起来。嘿，小胖，你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了下来，让我打爆你的心。